台湾老人人口快速增加，如果2025年将万里超高龄社会，长辈骨质健康嘛成为重要课题。因为将近8成患者拢是骨折以后才知有骨质疏松，而且竟然跟拍卡枪就造成腰脊骨折，并不是单纯筋肉扭到伤。就打这样，一打喷嚏以后，哇，感觉到哇，这个背部怎么很痛啊？啊，痛了以后我就到医院旁边那个诊所去看。那医生初步检查一下说，哦，你这个背部感觉有一点扭伤的味道哈，那你这个要看看去是不是到医院哈，去仔细再做个检查。最近就诊间发现一些患者不小心打喷嚏，造成了严重的下背痛，到外面的基层诊所做了简易的一些治疗，因为误以为是一个肌肉的一个拉伤。后来被转来这边，我们帮他做一系列的检查，才发现是一个腰椎的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一个骨折。那当然，我们也高度怀疑是不是有骨质流失或是严重的骨松造成这样的结果。因此，我们也帮他排了一系列简单的 X 光片做筛检，所谓的双光子 X 光的骨密度仪，后来也确诊是一个严重的骨质疏松。当然，年岁愈大，器官老化无法度避免，不过有一寡简单的自我检测，包括身高倒球超过4公分等征兆，就要怀疑是骨松骨折高风险群。两早有医生透过专业的骨密度仪器来筛检预防。我们可以简单测量我们枕部头脑部这个叫枕部跟墙壁的距离。如果你平贴的时候没办法完全的平贴，只要这个距离超过所谓的4公分。或者是你的身高比你巅峰的时候矮了4公分。另外就是我们摸我们侧边，这叫肋骨，这叫髂骨前上棘。这个距离如果小于2个指幅，我们还是高度怀疑会有所谓的骨质流失或骨质疏松带来多节压迫性的骨折的一个问题，还是建议还是要到医疗院所做一些更准确的检查。但健康医师都要透过门诊甲手术来医治患者，嘛积极配合病院、清理社区甲学校来宣导预防重要性。同时，身兼中华民国骨质疏松症协会副秘书长，专心投入高龄医疗保健，和高雄荣总台湾分院得到2020年世界骨松协会评定为最佳职业当奖，相当难能可贵。在老化的台湾里面，我们更要提醒，不然就台湾目前不到30分钟就有一个髋部骨折等着医生来做手术，看似非常大的一个骨科医生喜爱的状况，但其实如果这样的状况发生在你的家人、你的长辈，甚至是未来的你是不是更该提早来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骨松因为无明显镜头，只有顾好骨本，透过运动增加筋脉力量，加上饮食平衡，才会当避免跌倒，甚至拍卡枪的骨折风险。今日新闻，顾文吉和乔邦专题报道。